新华5.8公顷的体育公园内设有风雨球场等运动设施。不过，议员李伟智表示，却存在篮球架破损、天棚高接项等等有侪缺失甲安全风险。加上现况，新华唯一的联合活动中心一楼办喜宴，过来办桌球比赛。议员认为地方的材质并无妥当，要求伫新华体育公园内拍远的堆球场。争取经费设立室内场馆，迎合桌球、羽球等运动人口的需求。这个活动中心因为平常要办宴席，所以头卡黏黏油油这个出啊，这个也很硬，瓷砖也不适合我们胶鞋去做移动，球员的安全性也考量到是一个问题啊。好，所以这个局长，这我已经有讲几啊遍了，我希望讲咱这届。的来小化工，定一个时间表，要按把这个室内球场在新化来做一个设计啊。本席建议就是说，如果在这个5.8公顷的体育公园，在整个法规面来讲，建蔽率是容许的情况之下，是先检讨一下，拨一个小小的设计费用，看是不是说盖一个平面的就好，平面的室内场馆，然后再来向中央争取预算。局长，你刚刚呢？好，那个因为这个地方有5.8公顷建蔽率是过的。那刚好今天早上9点20的时候，有立法委员的教育团体要来勘察我们这个场地。对。那我有请我们同仁利用这样期间跟他们这个建议希望能够争取我们争取补助我们在这边来盖一个桌球馆、羽球馆都可以用的地方。对。根据统计，新华虎头埤这4档内软硬体改善到5亿外，相对参观人数甲营收嘛拢有成长。不过，为了净化风景区的观光，议员李伟智除了关心地景公园的假日头设施，还要求环湖步道改成无障碍以后，因有关价差，不过却无风骨，对市大人安全有潜在危险，要求改善。台南新闻，阮子林银光采访报道。